嗨，大家好，今日講嘅係性愛資料嘅第17個視頻，介紹演員林志玲生辰資料，可以喺維基百科下載。星盤冇對應果腦性格組合。林志玲嘅一生係由台北商人家庭走出，負笈加拿大獲對學位嘅知性女性，以模特身份起步，憑優雅氣質與多元才華，斬獲台灣第一美女稱號，橫跨主持影視綜藝領域，綻放光啊！歷經墜馬傷痛，仍堅韌前行，最終喺與黑澤良平嘅婚姻中尋得歸宿。於巔峰時，他條隱退，喺家庭與公益中審奠出溫人本真嘅人生旅程。事業深耕、跨界突破嘅全能藝人模特起步，喺 MV 鏡頭到行業標。1998年，林志玲借暑假反哺重拾模特做嘢，喺張國榮 Everybody MV 中出鏡，初露鏡頭魅力。2000年，佢簽約海鶉模特經紀公司，正式出道，憑借高挑身材與獨特氣質，快手嶄露頭角。主持同影視多元舞台嘅光啊綻放，主持領域。2003年起，林志玲陸續執掌台灣金曲獎、金馬獎、金鐘獎等頂級頒獎典禮。影視跨界。2007年正式進軍影視圈，喺吳宇森執導嘅《赤壁》中飾演小喬，片上映18天，票房突破2.6億。佢憑此角色獲第28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新演員等多項提名。此後轉戰內地主演《101次求婚》等作品。2019年6月，林志玲同日本演員黑澤良平結婚，此後逐步減少演藝工作，溫暖底色。公益路上嘅持續前行，林志玲始終將公益視為人生重要課題，幾廿年間心耕唔絕。2011年成立志玲姐姐慈善基金會，聚焦兒童與女性公益領域。此後更起志玲姐姐兒童之家，持續助力偏鄉教育。自2009年起，堅持發行慈善年曆，所得款項全數捐贈兒童教育與醫療領域。13年累計出嚟3.2億台幣，幫助10萬兒童獲得早療課程與助學款。星岸將每個星期喺 YouTube、Facebook 同 Reels 更新，歡迎有興趣嘅朋友觀看。林志玲嘅視頻就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嘅收看。